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台湾传统点心蚵仔煎、蚵仔面，足侪人爱食的。这几天时行的是199块，就会当烘蚵仔食到饱。顶礼拜新闻也有讲到食蚵仔食到中毒，是讲台湾真正有遮尔侪蚵仔通食。台湾饲蚵仔这个产业是足有历史的。我今日要来讲台湾安怎饲蚵仔，饲蚵仔甲环境的变化有啥物关系？一两天前，我就听讲伫嘉义东石有餐厅会当199块，就互你蚵仔食到饱。后来我伫嘉义市内嘛有看到，台湾爱食蚵仔的人真侪，蚵仔嘛是真传统的食物。我因为住伫嘉义，所以细汉的时阵，就时常有人为海口摕规笼挂壳的蚵仔来阮兜，大家都会坐伫架椅仔顶头，大人是咧破蚵仔，囡仔伫边仔斗舀蚵仔出来。日本人讲蚵仔是帝王的食品，欧洲人讲蚵仔是害人的牛奶，这表示蚵仔是真好、真有营养的食物。台湾是足早就有蚵仔，上早的记载是荷兰人的时代，迄时有记着讲甲蚵仔壳烧做石灰粉，也阁有另外一个记载是写讲，迄当阵要去捡蚵仔，就已经爱申请执照。古早台湾出口的海产内底嘛有写着蚵干，迄时17世纪的时阵，掠到的应该是野生的蚵仔。到底台湾啥物时阵有饲蚵？这无啥确定。日本时代调查是讲，伫嘉义东石饲蚵仔的人，因讲因的祖先为1717年的时阵开始，就是300多年前就伫遐饲蚵仔。台湾的气候是真适合饲蚵，规年透天蚵仔拢会大。日本时代有开发的海产技术，第一是饲沙目鱼，排第二个就是饲蚵仔。后来台湾的水产试验所嘛发展出足进步的饲蚵仔的方法。要讲这款饲蚵仔技术安怎变进前，我先简单来讲蚵仔是安怎饲出来的。过去是拢去掠海底的蚵仔仔，通常就是等中秋过了，就会使去架仔。要架仔，就要先甲壳凹，就是见过的蚵仔壳，先正空，佮用尼龙的绳仔绑起来。一条绳仔绑差不多10粒壳，10条绳仔才佮绑做一竿。这个蚵仔壳爱洗好清气，晒好干，才会使用。壳凹就是遮要绑起的蚵仔壳是安怎来的？就是咧破蚵仔的时阵，就爱先刷间较大的、无歹去、无破去的壳，留落来做架仔的壳凹。这个壳凹绑好规竿，先放落海底，停候10天，也是2礼拜，就有蚵仔冒伫顶头。这个蚵仔仔是伫海水内底，因开始有形出来的时阵，会去找所在冒咧，像讲会冒伫石头顶，也是壁顶。若有壳凹，因嘛会冒起哩，夹起哩了，就会使刷去饲蚵仔的所在分材，也是线材。分材就是甲本底10条线绑做伙的蚵仔透开，一条一条佮分开吊起来，安尼蚵仔才有空间会当变较大粒。蚵仔分材了，差不多停候7个月就会当收啊。当然这要看伊大的病啊。到这个时阵，照理来讲，收回来、捡回来蚵仔，就会送去破煮来食。我是较惯是讲破蚵，嘛有人会讲这叫做开蚵，伫台南有人讲叫做浸蚵。毋过大部分饲蚵仔的人，伫破蚵进前，拢会加做一项手术，就是互蚵仔家己甲壳拢总佮合起来。这有2款做法，一种叫做拖港。另外一种就是送去浸、送去洗。拖港是甲捡好的蚵仔装伫笼仔内，这个笼仔会先吊伫牌仔的边仔，
就是过去收蚵仔、捡蚵仔的牌仔的两边，因为这人啊有重量，伊会沉落水内底，一只牌仔就会豆豆啊过转来到溪仔的出海口，听候3点钟到5点钟的时间，互蚵仔吸收到溪仔的井水，就是互蚵仔浸到的水的盐分是会愈来愈少。安尼蚵仔本身的盐嘛会减少，毋过蚵仔的水分就会变侪啊。到落尾，这蚵仔家己的壳就会合起来，壳会合起来，就是因为水内底盐分伤少，安尼蚵仔会死去，所以伊会家己自动合起来。这个方式叫做拖港，就是甲牌仔为海面过去到有溪的所在，水互伊变较正。像东石的旧港都有一条破珠溪通用，毋过饲蚵若饲较远的，就无得确会拖港，所以就有即马较普遍、较常看到的人工会浸蚵仔、洗蚵仔。一般会送去互人洗，毋是饲蚵仔的人，大部分是贩仔买了，因才会送去洗。洗蚵仔甲拖港的原理是相共的，蚵仔先浸淡水内底。豆豆啊，甲掺井水落去，一直到蚵仔家己会拢总合起来。通常这嘛爱3点钟以上，爱看迄当阵迄个海水是偌咸。是安怎着安尼做？一般的讲法是讲，安尼蚵仔会较好破，嘛会当顺续甲蚵仔洗互清气。毋过主要是要互蚵仔的水分变较侪。通常15斤的蚵仔洗过就会变18斤。水分增加，内底盐分减少，安尼蚵仔敢有较好食？这就逐个人看法无共啊。有的人是讲洗过较袂遐咸，食起来较甜；也嘛有人讲安尼吐刷吐了较清气。毋过嘛有人感觉讲安尼食起来就无蚵仔味啊。也有一寡是家己饲蚵的，毋过无法度拖港，因若卖了钱了工，佮送去互人浸互人洗。因真正就捡回来了，直接破。破蚵仔是无机械的，完全是人工咧破。也若是热天，是无法度放伤久。特别是有洗过的蚵仔，就会较紧臭去。真早就有学者发现讲，饲蚵仔的工课，查甫查某分足清楚的。因为女性拢着伫厝内做一寡厝内的工课，所以剥蚵仔壳也是破蚵仔，拢是女性的工课。而且因拢是伫厝外顶仔骹咧做，也有一项就是饲蚵仔足惊蚵仔螺来食，所以就爱请人去掠这个螺仔的工课嘛，拢请女工。也若是饲蚵、拖港、洗蚵，也是卖蚵仔的贩仔，就拢总是男性啊。拄则有讲到饲蚵的方式是一直咧进步，除了古早捡野生的蚵以外，固定饲蚵的方法是400多年前大民国的时阵，伫即马金门古宁头社区的所在就有啊。迄时就有人伫海面采石条，无真大颗的条啊，互蚵仔来摸咧。迄当阵逐庄拢有家己采蚵仔条的所在，就像田小工一区一区，别庄的人是袂使去偷挽的。迄个所在饲上济蚵仔的时阵，有200多万支即款细支的石条伫海面，会叫做石蚵，就是因用石头饲出来的。即款饲法真早就无啊。即马金门的水产试验所伫古宁头的纪念园区，也有咧介绍遮个位置。日本时代是先有竹枝仔蚵，就是甲竹仔一头插落水内底，一头破开夹蚵仔壳，互蚵仔生伫顶头。后来就变做用线甲蚵仔壳绑做伙，再搁甲线绑伫竹仔顶头。安尼蚵仔佫会当对海水浮动，会大了较紧。插竹仔的饲法是用真久，一直到后来才变做大平仔。1960年代就有大平仔甲蚵仔规竿吊起来的方法。上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架啊，也是伫两边采大颗的竹仔，也是塑胶管，甲绑蚵仔的线，两个头绑伫条仔顶，就像咧牵拍衫的绳仔相共。这海口人讲是倒平倒平，
就是白两头山牵环的，也佫有另外一种，就号做徛平，也是徛边。小港嘛是绑伫边仔顶头，毋过是规竿垂落来到水底。遮个边仔无论因是倒的，也是徛的，拢是固定的，是顶伫海面的土内底。所以上好是爱经半沙半土的所在，才袂风涌来就倒去。到1980年代，就发明另外一款叫做浮平，也是浮边。小港是搭边仔，毋过即个边仔无固定插伫涂骹，敢若两边用绳仔绑牢的。规个边仔是浮伫水顶面，对海涌的震动。安尼边仔会当做较大，蚵仔当食较济咸水，大个嘛会较紧。这无共的饲蚵仔的方式，因改进的是产量。边仔是拢愈来愈大，会当钓的蚵仔嘛愈来愈济。毋过各种方式，互蚵仔伫水底甲晒日头的时间会无啥相共，所以饲出来的蚵仔嘛无共款。而且甲海岸的地势嘛有关系，无共的所在适合搭无共款的边仔。像浮边就足惊拄着风台。我到呾才知影，蚵仔收成甲落大雨也是做风台真有关系。雨若落大落济，海边的水的咸度会改变。伊若变伤正，较拄有讲着蚵仔会死去。也若风台水涌伤大的时，海底的土会压起来，甲蚵仔待伫土内底，安尼蚵仔嘛会死去。也个真趣味的是，蚵仔袂使互伊惊着，就是若拄着风台，也是拄着地动，蚵仔会着惊，因就歹食物件。海口人讲蚵仔错屎，所以就会变足细密的。因为安尼，即马也佫有开发出用笼仔饲蚵的方法，就是无佫用绳仔甲蚵仔壳绑做伙，是甲一粒一粒的蚵仔放落笼仔内，浸落水内底饲。安尼会当控制伊饲的环境，就毋惊风涌，饲伫鱼温内底嘛会使。而且伫笼仔内底伊的空间会较大，大了会较紧，也嘛会较大面。头起先的问题是，台湾的蚵仔产量有偌济，会当200块就食甲饱。实在讲，台湾的蚵仔是豆豆仔减少，即马市面上差不多90%拢是进口的蚵仔。是安怎会安尼？除了人工贵以外，主要是环境在变。一个是风台，另外一个是地动，最近拢有影响到产量。所以来主要是台湾的开发，互海岸线咧救入来，所以本地会当饲蚵的海平会愈来愈少。台湾伫1950年代是规个西边的海岸，除了桃园以外，拢总有饲蚵仔。毋过到即马，若甲看，敢若剩彰化、云林、嘉义较济尔。也佫有一项，就是水污染的问题。伫1986年，电都工厂伊的排水去污染着2人溪，这互迄当阵市面上有真济青色的蚵仔。这个事件真严重，送去检验才知影讲，原来这的蚵仔拢受到污染。重金属伤济。我查资料的时阵，读到林志德伊伫中英大学台湾研究所2007年写的硕士论文，伊特别有甲饲蚵仔的技术，所有有关的代志拢总记落来，所以我今日才知影安怎讲。我想无论是农业、渔业，也是传统的工艺，有真济代志的思维，是即卖人已经拢毋知影。这毋若是因为无咧讲台语尔，是即马会晓遮传统技术的人嘛愈来愈少，会去学的人嘛变少啊。若是有较济即款记录，也是即马咧做记录的人，甲遮因本地咧使用的母语记落来。我想这对文化的保存会加真好。今日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